传话艺术水阁好，古请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讲传奇人物廖添丁，甲因小弟香港第二督察周树乃红姑的两个去日本政府通缉，已经走投无路啊！要我这个唔敢甲收留，要我迄个目头夹落来讲兄弟啊，歹势！最近吼，日本政府一再来伫咧抄，到尾啊，两个谈路人以恶时说，红姑的伫咧烦恼，添丁又愿甲安慰。人讲有山头就有正果，简单讲啦。另外一款讲法讲做有树就有鸟叶，有人咱就惊有路，咱免烦恼。小弟，唔通想讲，但即马日本人甲咱逼甲咱无底气啊，咱就失志，咱就安尼衰眉淡志，唔通。兄哥，啊你讲安尼，确实到位啊，无人敢甲咱收留，咱已经搬船路费拢尽啊呢。无要紧，有路找路啊，若无路。人拢嘛讲无路来找老主顾，红姑的头壳就害啊！讲我知啦，大哥，你咧讲姓高的，无唔对。人台湾人拢咧甲屁想讲这三卡，专门咧甲日本人做走狗。台北城内高大人，咱上爱找伊啊！你有影啦，大哥，那即个吼，因为做人太当生咧，干来好巴结顶死破日本人，对咱的同胞是糟蹋国刑啦。人咧讲鸟飞过，也着落一支毛，就是伊啦。敢若鸟啊飞过因骨架的厝顶啦，原来伊爱共带一支毛落来啦。简单讲吼，鸟啊飞过，原来共扣税金，是安尼讲扣税金，啊，着足当算的哩。原来敢若甲交代一个声，拜托一个声，对同胞有够无良的就对啊。鸟飞过也着落一支毛，这原来用鸟只做比拼的俗语话哦。听着红姑安尼讲尔，听听讲啊，无咱当行。毋过红姑的目头阁夹落来，讲兄哥，咱一摆见伊，两摆见伊，过去伊保镖请3、5个，但伊即马无定加强戒备，保镖请30、40个都有可能哦。添丁咧笑出来讲，啊若因兜吼，我是演武定的鸟，三门情无响失。即句阮老爸咧讲俗语话，啥做演武定？演武定就是操兵练马的所在。演武定的鸟只，迄人踮遐伫咧拍砰砰。庆声连续拍3门，迄石鼓还阁袂响，表示啥？已经当作世间平常的代志啊！因阁较在保镖来，我聊天顶嘛无咧惊得到啊！这拢是用鸟只做比拼，趣味的俗语话。